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梁偉源，一個婚姻監禮人。上一集講到咧點樣去申請註冊結婚，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下，臨到結婚之前我會做啲乜嘢。新郎新娘梗係忙啦，其實監禮人都會忙。首先我就要界定咧，你喺邊度辦註冊啊？會唔會喺海洋公園啊、淺水灣嘅沙灘啊？都會可能，只要係喺香港嘅範圍以內就可以辦呢個註冊㗎啦。不過我哋做婚姻監禮人咧，一定要係非宗教儀式。如果係宗教儀式嘅咧，例如喺教堂嗰啲，就要由翻神父去幫你辦。我哋就唔可以入咗教堂去做呢個註冊嘅。好啦，當你定好咗時間地點，我就會同新郎新娘夾定咧，因為喺佢簽註冊之前咧，仲有一張聲明書佢要簽，要明白咧，第一呢張結婚證書個內容係真實啦，第二知道係一夫一妻制。所以咧，一定要簽呢一張聲明書。咁跟住落嚟就係正式行禮啦。我作為監禮人咧，就會起碼早半小時咧，就會到現場同你嘅司儀啦，或者你嘅伴郎伴娘咧，夾好晒整個流程。喺行禮之前，梗係要對啱你嘅證婚人個身份啦。因為新郎新娘會交一個證婚人俾我，我就會睇清楚你喺結婚證書嘅證婚人嘅名有冇搞錯咯。咁如果你寫咗爸爸或者媽媽做證婚人，係只可以一個啫，一方一個。咁即係前後有5個人就喺結婚證書嗰度簽名。咁至於簽名有冇特別嘅手續？有㗎。你當日做申請註冊嗰個簽名，到結婚嗰日嘅證書簽名，新郎新娘係唔可以改嘅。如果你草簽咗，到結婚證書，你一樣要用翻嗰個草簽。唔好話今日英文，聽日中文，對唔到你嘅簽名，咁就無效㗎，知唔知啊？不過有時咁，填結婚證書申請嘅時候呢，突然間佢想改一改日期得唔得啊？改一改地點得唔得啊？係可以嘅。不過記住係由你發出呢一張叫做登記官證明書，有個限期嘅。嗰個限期呢，通常係長過你原本結婚嗰個日期嘅。你可以褪後少少，改地點改都可以嘅。咁你知唔知？